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达瓦桑木。在此藏历铁牛新年来临之际，我代表本周西藏栏目组全体同仁，祝愿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吉祥如意。这是的。以下是本期的主要新闻。达赖喇嘛尊者呼吁警务人员在工作中实现慈悲与非暴力理念。一名藏人遭判13年徒刑的消息，7年后才传出境外。西藏比如县藏人导游在狱中受虐身亡。藏人行政中央推出新版官方网站。日本与捷克国会远藏团体重审将继续支持西藏问题。美国国务院庆祝藏历铁牛新年。美国藏人协会举办活动庆祝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获得通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应印度警察基金会的祈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2月17号在印北达仁萨拉的寝宫，透过网络视讯与印度及伦敦的警察，以警政中的同情心及慈悲心为主题进行了对话。达赖喇嘛尊者在对话活动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既然警察是为了捍卫自由和民主，那么警察就必须审视自己的动机，提醒自己采取行动的原则。尊者在讲话中还赞扬了守卫印藏边境的印度军人，强调印度军人保护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国土，还有在这片土地上演变的文化和价值观。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于近日在美国西藏之家第34届年度慈善音乐会上发表特别视讯讲话，感谢该组织在促进西藏文化和传统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达赖喇嘛尊者在视频讲话中谈到藏人流亡伊始，藏传佛教在西方国家得到的关注，以及随后在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成立西藏之家的缘由。尊者指出 ，Since we become refugee or come India as a refugee, one way is a sad thing. One way, new opportunity is to show outside world Tibetan culture, Tibetan tradition. 达赖喇嘛尊者还强调，诸如西藏之家等组织在推广西藏传统文化和源自古印度那烂陀传承的藏传佛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感谢所有推动西藏文化和宗教的个人和组织。另外，一名在2013年遭中共当局判处13年徒刑的西藏那曲藏人男子南达，在遭监禁近7年后，于近日才被外界得知。根据媒体报道，2013年7月，南达遭中共当局的拘捕。在7年后的近日，有消息称，南达被关押在距离西藏首都拉萨不到50公里的曲水监狱。南达为西藏那曲县人，他因涉嫌帮助藏人逃往印度，被当局判处13年有期徒刑。据消息来源称，当时与南达一同遭捕的还有6至7名来自比如县的藏人。然而，包括他们的姓名和罪名在内的详细情况仍不得而知。外交与新闻部人权事务处的报告指出，南达患有严重的阑尾炎等疾病。中国当局在过去2年里禁止他的家人和亲属前往监狱探望。外界猜测，当局此举是刻意隐瞒他的病情。此外，曾于2013年11月遭判21年徒刑的西藏比如县藏人导游宫阙吉巴，因在关押期间遭受酷刑虐待，于今年2月6日在西藏拉萨的一所医院中不治身亡。根据人权观察报道，2013年在比如县发生一系列抗议中国当局开采当地圣山矿产的运动爆发后，数百名比如县藏人遭捕。
当局还强迫当地藏人在各自房屋上悬挂中国国旗。宫阙吉巴因在抗议运动中通过社交媒体向外媒分享上述信息，而遭当局指控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21年有期徒刑。人权观察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指出，宫阙吉巴在拉萨市曲水县附近的聂当乡的一所监狱服刑期间突发脑出血，并陷入瘫痪。2020年11月，当局在没有通知其家人的情况下，将宫阙吉巴从监狱送到拉萨的一家医院救治，最终于2月6日在医院不治身亡，终年51岁。另外，在2月12日，藏历铁牛新年初一，藏人行政中央推出了新版的藏、中、英3种语言和印度文的官方网站。改版后的官方网站具有包括改进搜索引擎和可下载的出版物等新功能，并新增虚拟浏览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页面，欢迎广大观众登录参阅新版网站。与此同时，日本和捷克国会的远藏团体与近日相续重申将继续支持西藏问题，并欢迎美国通过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在日本，12个支持西藏团体和佛学中心代表参加了一场网络研讨会，会议就站在反对中国政府入侵日本岛屿的立场上，并要求停止侵犯西藏人权的行为进行了讨论。而捷克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在举行会议后发表声明指出，将支持西藏人民直到以中间道路为基础获得真正的自治为止。此外，美国国务院于上周六2月13号通过网络举办了藏历铁牛新年的庆祝活动。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活动中向全世界的藏人致以问候，并代表拜登政府承诺将致力于保护和尊重西藏独特的语言和文化遗产。在今年的国务院藏历新年庆祝活动中，包括国务院高级官员丽莎·彼得森在内的多位高级官员出席了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朱次仁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理查德·基尔等特别来宾相续发表视频贺词。此外，北美各地的藏人民众也通过网络表演了西藏传统歌舞。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藏人协会于本周三2月17号举办了一场网络庆祝活动，纪念美国成功通过具有历史性意义的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并向法案提议人国会议员吉姆·麦克文和参议员马克·卢比奥致敬。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参议员卢比奥的外交事务顾问博大尼·波罗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前秘书长夏尔林·达珍、卢比奥参议员办公室主任托德里德、美国国会中国事务执行委员会的首席主任乔纳森·斯蒂弗斯、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朱次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临时主席普琼次仁、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执行主任朵基次丹、北美藏人协会会长、美国马萨诸塞州藏人协会主席次仁顿珠和美国国会工作人员等通过网络视讯参加了庆祝活动。司政洛萨桑格在致辞时感谢麦克文议员在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成功在国会中通过起到的非凡作用，并补充说，麦克文议员和卢比奥参议员都是将西藏重新列入国际品牌的主要倡导者。与会政要在90分钟的庆祝活动上重申了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的意义，并强调该法案是美国对藏政策的又一次突破，也表明美国将继续支持西藏的态度。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信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